我收到一封冇署名嘅信，指引我嚟到越南中部嘅巴拿山。信裏面只係寫咗一句說話：線索藏在雲上之國。今次唔係一場普通嘅旅行。我立刻登上最快前往越南嘅航班。喺航機上面，我努力咁預想各種喺山上面可能出現嘅危險。機窗外嘅陽光仿佛同我講：詭計最終會被揭穿。我假扮成為遊客，跟隨永安旅行團一齊上山，帶住我手裏面唯一嘅線索。呢一條係世界上最長嘅單纜纜車系統之一，全長超過5公里。纜車由山腳去到山頂，等高差1368米。上山嘅車程需時大約15至20分鐘。纜車系統榮獲4項金氏世界紀錄。上升嘅過程就好似穿越時空，每一秒都好似進入另一個世界。喺呢條路上面，冇人知道你會遇到邊個，或者遇到咩事。如果呢一個係一場設局，呢一條纜車就係進入謎團嘅唯一通道。根據傳說，呢一座橋係由山中巨人守護，佢嘅手托起咗古老王國嘅秘密。佢高踞喺1400米嘅山上面，被雲包住。我發現橋中間刻住好奇怪嘅圖騰，呢個係咪指引下一站嘅標記呢？5條纜車系統突然全部關閉，係咪佢哋做嘅好事呢？到底我要揾嘅對象喺唔喺呢啲人嘅裏面呢？係咪佢呢？佢係咪都裝扮成為遊客喺當中，尋找機會向我施襲呢？呢條橋上所有遊客嘅頭髮都被某種神秘嘅力量吸起。我嘅直覺話俾我知，距離真相越來越近。換句話講，前行將會越嚟越危險。一條纜車系統恢復運作，似乎係故意將我誘導上山。我只好硬着頭皮穿越雲霧，進入巴拿山秘密嘅禁區。你係咪匿埋咗喺城堡大宅裏面？牆上面同埋天花嘅畫，係咪亦都暗藏咗真相嘅線索呢？
表面上呢度係一個中世紀嘅法國小鎮，石磚街道、歌德嘅尖頭、教堂嘅鐘聲，都成為咗完美嘅掩飾。到底呢一座藏喺越南中部、高達1487米嘅山巔之上嘅法國小鎮，背後掩藏咗啲咩嘅真相呢？我行過呢條石磚路3次，每一次嘅街道都係不一樣嘅，唔通呢度係一個移動迷宮？嚟到聖丹尼教堂門口，玫瑰窗、大型嘅圓頂、石雕門嘅背後，到底埋藏咗啲咩重要嘅線索呢？我冒住生命嘅危險，利用呢條古舊嘅鐵道，向着埋藏真相嘅最終站邁進。進入巴拿山嘅愛情花園 Le Jardin d'amour， 埋藏咗9個不同主題、風格獨特嘅花園，9座花園，9個故事，每一處轉角都係一個未解嘅謎題。不過皇天不負有心人。